安平呢，會使講是見證咱台灣這個名稱史源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所在。吼，因為咱知影講台灣這個名稱吼，就是講這個台灣灣吼，這個咱講的這個台江內海。啊，這個內海呢，這個南端凸出來的地方有7個坤心。啊，這7個坤心，第一個頭坤心就是咱的安平。啊，所以過去呢，咱會使知影講安平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咱知影昆新的地形吼，畢竟是外海，而且伊是泥沙淤積的地形，所以伊土地會使使用的空間吼非常的有限。啊，過去呢這幾個昆新所住的人嘛加較少，上會使使用利用上濟，其實就是咱安平這個所在。1624年呢，咱荷蘭人呢就對着過去地理大發現的這個時代變化，以及咱這個16世紀開始這個大航海時代，的這種商業貿易的這個潮流，伊嘛來到台灣這個所在，做着這個熱蘭遮堡，另外佇赤崁這個所在，就是府城內底，伊就做着咱這個普羅民遮城。這兩個所在呢，你若為荷蘭時代地圖看起來，你就知影講，因為伊拄好是一個大江的內海的空間，所以你若船隻要入來到赤崁，你就一定會經過熱蘭遮堡，漸漸的嘛，互這個所在變做講，真濟無共款的國家，也是無共款的外地人來到這發展，這就變做是一個最重要的商港，個這個漁港。攏有佇這個所在發生，所以這就變作是一個最重要的市鎮。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南安平古堡。你曉得嗎？其實在我們台灣就有歐洲的古堡，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安平古堡哦。那我們來靠近點看一下，這個砌磚法、砌石法，它的特別之處，你會看到，常常有人會跟你說釘跟順，什麼是釘，什麼是順？來，我們用磚塊來告訴你，這個是磚塊。如果它朝向你的話呢，這個就是釘。如果這一面朝向你，就是順。這個順，它其實在下面這個順的中間。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們來看一下英式砌法，你就會明白了。你看一下英式砌法呢，這個是釘釘釘，這個是順，而這個順跟順它是重疊，有看到了嗎？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台灣城殘基的前面，這個荷蘭時期所蓋的這個城基它大概有多長？大概65.8公尺左右。你有沒有發現到這邊有一個門洞？門洞的上面呢，會有一個權杖的造型，其實那個就是閉鎖哦。這個閉鎖它呢，主要的功能就是讓建築呢能夠更牢固。而更牢固之外呢，要讓它更美觀的話呢，因此呢，就有做了一些裝飾性的東西在表面。往往我們一般的概念，你應該是先蓋1樓，再蓋2樓，對吧？可是我們是從2樓開始蓋，為什麼呢？這牽扯到地形地貌。其實，在安平古堡這邊呢，我們不只能看到荷蘭時期的這樣子的建築遺構之外呢，我們還能夠看到更多不同時期的建築以及文物哦。經歷過這個荷蘭人統治的時代，咱1662年的時陣呢，鄭成功甲伊的這個部隊，甲荷蘭人趕走，所以伊就佇個咱這個赤崁這個所在建立着最重要的府邸的中心。另外一方面呢，因的軍隊嘛入來甲咱安平這個所在，甲這個所在呢打造成新的這個王城。伊嘛是利用着這個所在是有真重要的軍事的這個需要。一方面造成咱赤崁地區、府城地區最重要的外圍的守護中心。同時陣呢，伊嘛是一個會當交流着府城
最重要的一個商業貿易的一個外圍的港都。所以看到漢人大量入來這個所在開墾，嘛是為地成功的時代開始，為這個所在漸漸發展起來。咱漢人的這個祖先嘛來佇這個所在開始定居探根。安平為什麼叫安平？因為鄭成功以家鄉南安平鎮的名字來稱呼這個地方，所以呢，這邊呢就是安平鎮城。那這個城，因為王權住在這裡，王住在家，所以叫王城。住在王城的西邊，叫做王城西社。有沒有發現到很怪呀？因為我們既然用到社這個字眼，在當時應該都指的多數都是講原住民嘛。但是安平這個地方很特別哦，這邊用的社這個字呢，其實呢講的是漢人的聚落，6個角頭也意味着是6個聚落。1683年呢，清朝政府派到施琅將軍為平湖迄個所在來甲咱台灣上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甲鄭成功伊的這個部屬甲伊的佇遮建立的這個軍事的這個勢力甲炮掉嘛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清朝政府一開始其實無希望要甲台灣收做伊家己的統治的範圍然後呢是因為這個施琅將軍的上奏甲咱康熙皇帝解說因為台灣呢是算是中國的外海伊是一個最重要的迄個時代嘛是閣是佇個一個大航海時代是最重要的一個軍事據點。所以因為安尼關係清朝政府呢，伊才願意甲台灣收做伊統治的範圍啦。所以呢，佇清朝時代呢，清朝政府伊就佇安平這個所在設有這個水師軍隊，有分做3營，中營、左營甲右營，攏同時陣佇這個所在。所以你會知影講，安平佇迄個所在就有3000幾人。這個軍隊的勢力佇這個所在尤其呢，這個無共款的這個軍隊因其實攏是水師所以因大部分呢攏是來自無共款的地方因為清朝的這個統治的政策呢，就是希望講咱佇台灣這個所在，莫用本地的人，伊驚講你若要反背，還是你若甚至講有一寡民變事件咱本地人的這個軍隊伊可能會因為安尼反背的對所以伊迄個時陣呢，大部分呢攏是用到外籍這個班兵。我們目前所在的這一棟建築物呢，其實是在清代在19世紀所建造的一個稅務司公館。那其實，在日治時期也曾經做過海關的宿舍，那以及展示的一個空間這樣子。那在戰後呢，大家對它比較有印象的是在於說，它曾經作為我們的安平區公所。那當然，自從安平區公所有建新的之後呢，這個房子呢就留下來作為展示的一個功能。那在近期呢，為了迎接台南400年呢，我們特別重新做了一個整修跟整理，所以呢，我們露出了它的紅色的磚牆跟它的上面的木行架，那讓大家看到這一棟清代時期的建築原本的一個樣子。那由稅務司公館呢改建成為熱蘭遮博物館，其實主要也是希望說呢，我們市政府希望這些老房子呢能夠盡量的能夠留下來，保留下來，然後做一個活化再利用的一個功能，然後讓大家能夠更認識這棟老房子，乃至於說這個區域，也就是我們安平古堡，乃至於安平的一個歷史發展。其實我們在這邊呢，納入了很多互動的一些設計。那互動設計在設計什麼樣的文化內容呢？這很重要的是在於說，我們回溯這整個安平古堡的歷史。那我們盡量是將那個時候的時代的一些情況呢，能夠呈現出來，讓大眾能夠明白，能夠了解。那進來熱蘭遮博物館呢，我們其實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亮點呢，是一座白色的非常乾淨的一個熱蘭遮城的模型。那這個模型呢，很重要的是在於說，我們是利用一些電子投影的一些設備，然後讓民眾能夠互動。
那互動的話，能夠去了解說，在這座城市當中曾經發生過一些建造的行為啦，或者是有公廁所啊來進行貿易啊等等等的各式各樣的一個行為，讓大家感受到說當初的歷史情境是非常的生動活潑的。那我們就是期望以一個比較互動式的一個展示的一個方式呢，能夠讓大家認識這邊400年來的一個歷史，而不是比較那種比較教科書式的填鴨，讓大家覺得說來這邊親近歷史古蹟跟文化是有趣快樂的一件事情。在安平，歷史不只是靜靜陳列，從博物館裡的生活再現到古堡周邊的改變，時間悄悄地把城市換了新面貌。日治時期的宿舍被修整成了文創小鋪，廣場裡的古裝市集讓人穿梭時空。台南400年的燈會更邀請藝術家把安平的故事寫進光影之中。從軍事的堡壘、貿易的港口，到如今文化與觀光的舞台，安平一步步成了一個親切而動人的所在。而在這片記憶的角落裡，還有一座值得停下腳步的海山館。咱佇個這個安平遮看到水師呢，大部分攏是為外地來甲台灣遮駐紮為着要互遮個板濱會當佇遮住有這個交流的空間有佇這個所在呢，大家會當生活做伙所以伊就設定不同款的會館這會館的功能呢真濟佫是真重要的精神象徵同地同一個所在的人來甲遮聚集。伊可能佇這個所在祭拜，另外一方面呢，伊若有啥物代誌愛仲裁，有啥物代誌愛來判決，還是講啥物重要的代誌，大家要討論，嘛是攏來會館這個所在。咱海山館因為是清朝所遺留落來一個最重要的空間建築所以咱佇這內底咱會看到講有真濟時代刻痕比如講你一入來。你得看到，正門迄個所在就有一個刀劍坪，所以這個刀劍坪呢，伊的意思就是講，咱要甲外口入來無好的氣場，還是講外口入來無好的煞氣，先甲動的，有一個緩衝的空間，咱入來行入來才是看到咱的這個正廳，所以這個刀劍坪有這個閃避的這個作用。伊遮個無共款形式的花筒，你會看到，比如講有錢幣式的花筒，另外呢，你正中你就看到有這個吃虎團爐香爐香爐的邊啊，佫有放一寡密寶蝙蝠甲咱甲生活內底希望追求的一寡願望一寡吉祥圖案，甲放佇個這個木雕的花窗上面這攏是咱佇建築藝術內底會看到講利用符號、利用圖騰。然後來傳達一些心裡面所想的，還是他想要表達的象徵意涵這是海山館裡面很重要的建築特色。這間厝蓋的厝伊是一個單親手單身手，伊就無像咱傳統的三合院安尼兩邊攏有伸出去的這個護廊佇個伊就干那一邊，因為安平這個所在你知影講伊過去是一個困島，土地空間有限因為這是一個算做講沙洲會使利用的空間真少，所以過去水師啦還是講來遮移民伊住佇遮生活的空間攏有限大家算做攏客做伙所以你佇這個單身所你就會使看到清朝時代留落來迄種建築格局的迄個特色安尼這種單身所的建築結構伊雖然有一邊有欠缺，但是並不是講安尼這個內底格局的較歹無伊這個空間內底呢，雖然小小一個16坪的空間內底同款有便所嘛是有這個灶腳。放新明公媽的所在，另外一邊就是伊的護廊，嘛是會使住人。這個圍牆仔的外口就有咱這個在地這個白花展現着咱在地這個建築的材料，甲清朝時代咱遮是一個昆新這個地狹人稠的這個建築特色安尼。在咱台灣民間信仰內底呢，你會看到足儕傳統生活的空間，尤其佇安平遮
因為伊早期呢過去是一個昆新是一個沙洲，這個地形呢較矮，所以你佇這個所在，你會看到講，可能你的這個觸角，你會去對着阮兜的大門，還是講你看到這巷仔吼，逐條巷仔攏足矮，足細條，這個巷仔呢個彎來彎去。所以安尼情形之下呢，咱會看到足儕無形的形成的一寡較無好的形煞。這個形煞佇傳統社會觀念內底，嘛攏會感覺講，這就是會影響到咱家運氣運的問題。所以佇個這個民俗的這個觀念內底呢，民俗思維裡面，咱就希望把這個無好的物件撇掉、刪掉。所以呢，你就看到真儕空間衍生物。大部分的人厝裡會用的這個衍生物可能攏是用這個八卦還是講山海鎮。但是咱佇安平遮較特殊安平遮呢，因為伊過去的這個族群甲伊遮生活的這個情形伊就形成這個劍西。劍西呢，咱知影有一個講法就是講，這是安平早期因為明鄭時代一寡駐軍因的藤牌頂懸有獅子的這樣子的一個吉祥圖案因為咱知影講獅子也變作是漢民族的吉祥圖案主要就是因為咱佇個傳統的這個漢民族生活空間內底找無獅這個物件，感覺迄是一個神獸。劍獅伊的形式有非常的儕種咱有當時呢，你會看到講對面像有當時伊對面拄好是一個菜場。這菜場內底呢，咱知影講過去可能有擺一寡無主的孤魂，有的人就感覺真緊張。因為咱台灣這個民俗內底民間信仰內底有講到這個人死為鬼，鬼死為劍，所以呢，用這個劍這個字結合劍山的這個圖騰造型，就變作是一個八卦呢來對向壓着這對面的這伊會驚嚇遐無形的遐物件所以咱會使知影講劍獅伊的神志佇安平有真濟無共款的方式用到在地素材石材也是在地一寡文化甚至講內底有帶着家己的願望嘛有帶着家己希望要解決生活空間的問題造成安平的劍獅。來到這邊，到現在快400年了。這400年裡面，我們就把這個圖騰變成文創，變成故事。所以，我們這邊有教舊部落的小朋友，你們家的屋頂上，我看到有風獅爺，你知道嗎？你們家也是風獅爺，有沒有？那風獅爺現在很珍貴，外面都買不到了哦。那風獅爺，那因為我在2000年來到台南來讀大學。那讀大學的時候，我就經常6日都會來這邊帶動中小學來教阿公阿嬤做陶藝到國小去教小朋友做陶瓷藝術我就有朝一日開始慢慢到巷子裡面去看我就開始認識原來劍獅有咬劍，由左到右叫祈福，由右到左叫辟邪，有2隻叫鎮煞，我就哇，這個太有趣了是不是有機會把它用我自己的專長做成陶藝？那時候就已經開始在捏捏之後，因緣巧合讓我有機會想說繼續研究所也留在南部，我就來安平老街，就在安平老街開始擺了劍獅，擺了拉坯機，讓我有機會用粘土來點土成金，讓這個劍獅開始賦予新生命。你看我們家有沒有看到這隻劍獅在哪邊？就在那邊牆壁上有沒有看到一隻劍獅？所以你看到那一隻劍獅，待會看到之後，你跟他拍照拍完照回來，老師看到你有畫到有這9隻劍獅，回來有幫你們準備一個紀念品要送給你們。好，接下來老師1分鐘帶你們去一個很安全、沒有車子、沒有人的地方。待會要讓你找到這個最有名的叫什麼劍獅？神秘劍獅，就在這個巷子裡面哦，跟着老師走。這個劍獅在你們左右兩邊看一下，有沒有找到了？來，讓你們先找。我帶了公布答案。要讓你們去尋寶，它的全貌圖在那邊，整個圖這麼大張。好了，不要賣關子了，在這裡了。來，我們往這個巷子45公分的巷子走進去，你敢進去看看嗎？你這邊不夠瘦的人是進不去的。好，你幫我看看這隻劍獅有什麼不一樣？它眼睛有沒有看到2個大眼睛？它咬幾支箭？2支箭，答對了。
他右邊的臉啊被風化掉了，所以這邊看不到他的眼珠，這邊左邊還可以看到他眼珠哦。好，只要你們家門口這邊安裝了一支劍士在這邊，就可以化解這樣。每到初一15啊，阿嬤就會拿香拜拜，或是重大節慶，她會準備一個水果來跟他拜拜。因為我們有設計一些關卡，有地址，有路線，所以他會很安全的方式在安平用步行的方式找到劍師。找到劍師過程裡面會怎麼樣去完成這劍師任務？他會跟他自拍，會跟他拍照，把它上傳到 IG 到 FB， 讓更多他的好朋友、親朋好友認識。安平劍師竟然是一個在地的守護神，跟着鄭成功來到台灣，有400年的歷史，用他們來講故事。所以這個劍師尋寶遊戲是以在地文化圖騰認識劍士以外，他到舊部落裡面去認識這些閩南建築物，安平擁有的這些人文地產景，很多人就會因為這一塊有深度旅遊的包裝，半日遊、一日遊的方式，就會更蓬勃這一塊的市場。這樣，拿起毛筆，我先示範就好了。老師拿起毛筆之後，我中間想要金色，要黃色，用毛筆沾上顏色，整個正中央全部塗金色。塗完之後不小心塗到旁邊也沒關係，等它乾就好了。點一下拉起來，你的眼睛就會一顆很大顆立體的在那邊了。毛筆的中間有6個顏色，這6調色盤的這些顏色裡面呢，除了白色、黑色是最少畫比較少的，你要畫眼睛再畫的，其他顏色讓你們去配色。你的劍士上面有紅色、紫色，代表有錢人哦，大紅大紫，富貴人家。如果綠色比較多，代表身體健康、長命百歲的意思。好厲害哦！有的已經開始自創自己喜歡的味道哈。剛剛在推廣的過程裡面，我發現這個劍士文化是很在地的東西，但是很多人都不認識它。所以我在安平這10幾年，一直就想說，那安平能留下什麼？不要每次來就是固定的店家、網紅店家，固定去吃個豆花、吃個蝦餅就走了。我希望他來到安平可以多停留個半小時、1個小時，所以我就開發了說，來安平，我讓大家很快速的時間用親手自己動手做來做瓶瓶罐罐的安平壺，用手來堆疊做我們安平有名的劍師。那你時間比較快趕的時間呢，我們就有幫你做比較懶人包的方式，有配件包可以带走，或是有石膏模壓一壓拿出來就是一個劍師。所以考慮到不同族群，有年輕的小朋友啊，有比較長者的，我們都把它变成一個可以帶回去的伴手禮。那因為這樣有文化意識又有文化底蘊故事，大家願意回去畫完之後，他就把它在生活中提倡出來，把它結合在生活周遭。那這樣的一個創生，整個地方就整個帶動起來。台南400年來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變化。台江內海呢，咱即擺已經看袂到啊。咱的樂蘭遮堡呢，如今嘛已經無存在。但是唯一無變的呢，是安平這個所在，悠遠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個海港。這個所在呢，為過去軍事守護的要點，變作是咱即擺商業貿易，也是漁港漁獲出入真重要的一個港口。如今嘛，伊悠遠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門鑰，繼續守護咱台南這片土地。本集節目由台南市政府監製，3冠王有線電視公司製作，謝謝收看。